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台北有一位姑娘来指控，讲伊顶个月到中山区来踅街，有一个外国的店员伫伊的手压盐来推销着保养品。本来一组是讲9000块，想袂到路卡煞变9万块，事后阁无爱互伊退钱，这是啥物道理咧？小保官是讲，这种类型的推销方式牵涉到访问买卖，消费者是会当来主动退钱的。 因为这种消费的话，那你要跟他去索取，加上你要去消保会去讲，因为你们这种消费纠纷我们不会去解决，对吧？警方接到通报到场，查某人互推销保养品，介绍的时介绍说冰滴要10杯，愈想愈唔对，才报警察。就是因为我们是有证据，有指出不能做退款，我们有直接。就是这个嘛？对。 警方嘛来到店内了解状况，经过了解，认定是消费纠纷。警方嘛耐心向查某人解说，提供相关的管道，互伊去申诉。查某人翕当下保养品店员伫咧外口一直推销，了后上网指控外国人店员伫咧伊的手倒盐，强迫推销，了后佫无法度退钱。开始我以为是9000多块，结果算下去的时候变成9万块。 提出发票，路卡金额竟然有9万外块，买化妆品到打鼓坑伫咧厝里无拆开。伫咧顶个月12下晡5点外，台北市中山区中山北路2段一间保养品店，临时查某人甲朋友伫咧中山区踅街，互一个外国店员推销保养品。到店内了后，店员积极推销，临时查某人掠准是9000块，结销的时却变做伫要10万。发现的时阵已经路卡签名，当日去退货，店家说讲产品购买了后就无法度退。产品经购买离开店家之后是无法做退款的，我们是有一个条款在的。电话中拒绝退钱，店家面对记者对这个事件讲无法度回应。涉及消保法所称访问买卖，消费者在现场无法详细判断思考，得主张依消保法第19条第1项规定解除契约，请求退还全部价金。互推销购买，不过介绍刷差10杯。消保官后续嘛回应，消费者会当主张退钱，拄到推销，路卡进前就要看好详细，避免消费纠纷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